Hello，大家好。今日我係想同大家分享下我申請 MM2H Visa 所需要準備嘅文件。除咗大家所熟悉嘅冇犯罪記錄證明之外，仲有啲文件係需要去做一步事。講下我自己所準備嘅文件啦，就包括我自己嘅結婚證書、我仔嘅出世紙同埋我仔嘅單身證明。呢3份文件係需要去唔同嘅地方做一步事。首先講下我個仔嘅出世紙，咁我自己咧就住喺 LA， 咁個仔咧嗰陣時就喺加拿大出世，所以當初咧我就以為攞住佢嗰張出世紙去到加拿大領事館就可以幫佢做到一步事，但後尾經過我查詢之後咧，佢哋加拿大領事館嗰邊仲 send 咗我一份 email， 好詳盡咁話俾我聽，原來加拿大領事館淨係幫加拿大某一啲省份嘅出世嘅小朋友可以做到佢嘅 apostille， 咁其中係唔包括 BC 省。所以咧，我幫我仔做出世紙嘅 apostille 咧，第一件事就係需要去呢個 website 嗰度幫佢攞一張出世紙嘅 CTC， 然後咧就收到 CTC 之後，就去另一個 website 就係 request 嗰個 apostille。咁第二個文件咧就係幫我個仔做佢嘅單身證明。咁呢個證明咧就其實喺美國，我發覺喺唔同嘅 state、唔同嘅 county 都有唔同嘅做法。咁喺 LA County 咧，佢就係冇呢種證明提供，所以係要求你自己咧就係寫一份聲明。呢份聲明之後咧，就可以攞去 Notary Office， 叫佢哋幫你做公證。做完公證咧，就去 LA Downtown 嗰度嘅 Secretary of State Office 咧，要求佢哋幫你做 apostille 就得啦。咁第3個文件就係我嘅結婚證書。咁由於我當時咧就喺 Vegas 嗰度結婚，後尾我發覺咧原來喺 Hawaii 就做唔到 apostille 啦。咁呢樣嘢咧，我首先係需要咧去 Vegas County 嗰個 website 嗰度咧申請一張結婚證書嘅 CTC， 然後咧要親自去到 Vegas 嘅 Secretary of State， 要求佢哋幫我去做一份 apostille。所以當你攞齊以上3份嘅 apostille 之後咧，就可以去到馬來西亞領事館，要求佢哋幫你做一份最後嘅鑑證。之後咧，你就可以將全部嘅文件交俾你嘅 agent， 叫佢幫你 submit 㗎啦。咁其實我喺初準備呢啲文件嘅時候，都遇到好多困難，因為我根本就唔知道應該去邊一度去做 apostille， 又唔知道去邊度去攞文件嘅 CTC， 所以都嘥咗好多時間。所以希望呢個 video 咧同大家分享下，如果你係都好似我一樣申請緊 MM2H Visa 嘅話，希望你可以一切順利啊！